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事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哦，係來自我哋屏東科技大學，啲木材科學還有設計呢，王明峰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一先生佢貼喺度，一萬四後對我哋呢美好啊，嗰度畫啊，嗰度非常各有興趣。但是伊喺來從事工作嘅時節，伊都佢有興趣把我哋呢文化，尤其係我哋客家文化，俾我睇入嘅作品裏邊。你今日有請伊來到我哋節目裏邊，如果請伊來講，伊希望佢把我哋客家文化做無同樣嘅專業以後，變成無同樣嘅作品。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明峰先生來講先中。明峰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我係客家人王明峰。歡迎老師來到我們現場哈，因為我哋頭一開始的時候都有講到講這個係晚些時節，就對於我們佛像非常的有興趣嘛。我記得你小時候就開始會臨摹佛像，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興趣呢？那以前是在爸爸這一邊成長，剛好爺爺奶奶就是屬於廟公廟婆。那小時候就是在對在廟裡面成長，然後我記得我以前的志願是當乩童，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為信徒去解釋很多的迷經這樣子，叫類似巫師這樣子。然後我就開始就是看到很多廟宇的色彩啊、材料啊、跟造型啊、跟服飾啊，然後我就喜歡上這樣子的廟宇的文化，然後進而我就是把這些彩色筆啦，或者畫筆啊，我就開始畫在牆壁上。然後被毒打，毒打一頓。那時候我爺爺覺得說，這個小孩子怎麼這麼喜歡畫？結果他就是去買了很多圖畫紙給我。他圖畫紙買給我以後，我就開始從圖畫紙開始畫，然後也畫很多信徒來廟裡面求神問佛的這樣子的一個民間百態，加上神明，我們民間的這樣子神像化的神明裡面，包括它的我剛剛講的這樣子的元素，都把它轉換到圖紙上面上。但那個時候是用臨摹的方式啊，所以說我從這樣子裡面開始慢慢的一個啟發這樣子。其實我爸爸走向這個室內設計，或者是以前木工到室內設計整合的工作裡面，其實他也有給我一些美感的一些訓練，比如說他需要設計怎麼樣的一個路數的這樣子的一個色彩的空間，然後我也會幫忙，然後去輔佐，然後去畫一些圖來跟他做參考。所以我是以前就從廟宇的這樣子的民間文化，到了現代感的這個室內空間的一個設計裡面，然後去找尋我自己的一個定位，這樣子。對，因為這部分我就是很想問，因為其實我們的教授他其實是我們的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的一個博士嘛，哈。那其實他算是一個算是很理性的一個訓練。那你早期這種比較民間哈，比較奔放的這種的一個訓練，到後來這樣子的一個那麼理性的訓練裡面，有沒有影響到你後來的一些設計出來的一個東西的風格啊？我覺得會了，因為以前我應該是從人文跟藝術上面上，然後這個就純美學美術然後這樣子的學習之下，到了大學開始有比較屬於工程，或者是屬於怎麼樣造型要藝術方面上造型要隨着機能，就是產品的這樣子的function的一個機械啦或機構去走向，然後所以說兩個都有不同階段的一個結合，都有不同階段的成長。所以我在工的部分的話，我的造型的表現就會受到我以前的一個影響，配色也好啊，或者是造型啊，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藝術的這樣子的表現也好，這個會受到影響，然後是對產品是好的，因為每個產品都需要漂亮的美的，在市場上才會有消費者。然後再來就是要運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我們所說的人機工程學偏工科的人尺寸多少啊，小孩子大人的啦每個尺寸都不一樣，然後怎麼樣去使用這個產品，開關怎麼樣，所以這個就比較屬於工程工科部分。然後我們要用美學的方式把它修飾成人們所使用，然後會使用這樣子的產品能夠很順暢的，然後來幫助你生活上的需要需求這樣子。
就等于讲以前的一些文化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熏陶啦，哈，慢慢的会影响到日后去设计的一个东西。从一开始的时间，我哋喺蜜蜂身上都有用我哋的黑花来从它给你打招呼嘛，哈。因为我哋讲，其实您的妈妈是苗栗的铜锣人，是不是？对，苗栗铜锣人。那对于客家庄的印象还有哪一些啊？小时候我很期待去外婆家，因为我去外婆家就可以拿红包，所以我很喜欢去这个外婆家。然后当然去外婆家，我就觉得说，因为常常吃，因为我奶奶啊，跟我外公啊很好客，然后他都对小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会每个小时都有食物吃啊，然后吃饱饱的这样子啊，吃饭呐然后还要跟他们去这个山上啊，他坐在半山腰然后去玩啊，然后去旁边真的有小河流，然后去抓鱼抓虾。那我很喜欢去这样子的一个铜锣的一个山上，然后每当我跟我爸我妈回去的时候，我都经过一片野都是没有开垦的地方，然后会经过在那个什么那个有很多樟脑做樟脑的地方，然后再往回的我们所说的山上再往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类似三合院这样子，然后爷爷奶奶会放个很多比如说锄头啊、用具啦，还有住的地方，然后前面会我们客家人都会做一些比较属于腌制品的东西，也都会腌制这样子的哈。然后我记得山上我们讲的其实有很多，岸上也很多，每一个节气不一样。有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花，那个桐花也会满地，但很漂亮。然后呢，我对于他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娘强谨生啊，就是我说是正面的啦，娘强有人说是负面，我就觉得是正面的，就是说他很勤俭、很朴实，然后很刻苦耐劳。然后又到了我妈妈，她从现在开始都是用手去洗衣服呢。现在目前大家都机械化了，我们公司产品都是做很好产品再给消费者使用，大家都懒惰。但是我妈妈现在目前还是娘腔哎，就是每关这个衣服都要每一件去洗洗出来真的会比机器还要干净。所以我从她的那个他们的精神里面，还有家里面，还有每个人习惯里面，我都受到影响，包括妈妈或者是外婆外家，他们的东西都整整齐齐的摆放的非常好，然后非常的干净，然后自己也会影响到折棉被，当然不是当兵啊，折棉被还有家庭起居，我都是受到他们的这样给我的影响，还有这样给我的这种应勤的一个精神这样子。是不是也有影响到你后来把客家文化放在您的作品里面的一个影响呢？我这个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为什么还会把一些元素从客家融入到产品里面？我有很多的目的啦，就是说我第一个当然我是一般是北客，然后到了南客。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也兼了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的课程，带学生。当然目的就是说教学部分，然后怎么样让他们发扬客家的文化，然后再来就是说从这样子的文化里面带到课程里面，他们会运用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客家的元素。当然有北客的元素跟南客的元素完全会不一样。以前我们常常用北客元素，那北客元素在台湾里面的知名度是非常的高。那很少人知道说到了南客以后，南客有好多一个设计元素，那你必须要了解以后去转移到产品上面上。那转移当然还有一段过程，为什么？是设计过程，这设计必须要有专业的训练，何况我们是这样累积上来的。那他们又必须要了解文化历史的背景，还要了解设计怎么样把它萃取出来，转移到商品里面，还要符合风格，还要简洁还要能够做出来以后，大家你不用说，你的产品自动会帮你行销，看到这样子就符合，这是耶和华的一个砧板这样子所以说我有个想法是说，其实客家的一个文化里面是以台湾为中心。我们虽然是从大陆而来，但是全世界的客家的发扬的一个文化的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台湾，因为只有台湾才能把客家文化发扬，不管包装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文化创意给建制得非常的好，不管软硬体来讲。所以说，借由这样子一个政府跟地方的单位，然后跟我们学术单位，然后做配合，我相信客家文化应该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当然，这些学生被我们在课堂上的一个宣导，或者是这样子的教学以后，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面都得到国际的一个发明的奖项，然后让国际受到肯定。然后不止你产品设计好，里面又融入了客家的文化在里面，这样子呢会双双的怎么样？就是一兼二顾，然后他们可以了解客家文化在台湾，再来呢产品的好是在台湾的屏东科技大学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有几点的这样子的目的。是，谢谢。嗰時唐東人的面鳳教授人哋講，你提講，其實客家文化也部分經過我一啲專業嘅一啲轉化以後，會變成無窮嘅一啲精彩作品。下段節目我哋攞嚟收嘅我哋嘅面鳳欣賞作品，就先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福氣來耶！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國際大學嘅王面鳳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佢分享講，一種初中嘛一把我哋嘅客家文化融入以後嘅作品裏邊。我想請那個我哋嘅教授同我哋說明一下，因為今日現場帶幾多作品嘛，哈。對。係咪同啲觀眾朋友，他要紹介一下你嘅作品嘅一個精神，好冇？好。那我的作品裡面就是比較屬於近期。第一個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在南部客家的這個葉荷花，因為其實葉荷花它在我們南部裡面算是很重要的一個花種。那譬如說以前我小時候記得我們廟宇外面有種了葉荷花，然後晚上都非常非常香。那我對葉荷花的印象就是我奶奶竟然去把它拔下來去獻神。那供奉神，然後我到了南部客家以後，其實也會這樣子那我又看到了客家人他們會做了叫做盤花，在六堆有盤花這樣子的一個習俗，然後在奉神這樣子。然後葉荷花它其實為什麼晚上會香的意思就是說在隱喻我們客家的媽媽從早上這麼忙的在山裏田裏的工作，晚上回去還要煮飯給家人吃，很辛勞的，還要洗澡幫助我們就是洗完澡洗完衣服這樣子，然後晚上我們睡覺的時候還幫我們蓋棉被，所以我用這樣子的葉荷花的這樣子的一個元素，當然我會把它簡潔化，因為我們在我們的這個砧板裡面，因為就是廚藝嘛，然後跟媽媽做結合，在廚房裡面的我們講的是習俗部分，在功能部分的轉譯部分、設計轉譯部分，跟在廚房是做連結的媽媽使用的這樣子葉荷花，跟六堆的這個客家的花，跟媽媽是結合在一起這樣子，然後轉換成砧板。那這砧板就是我們講的有大中小。那現在砧板不一樣，現在砧板是可以拿來放這個什麼那個我們講的麵包不一定說是拿來切菜這樣子的那所以說這個是屬於第一個作品。那第二個作品的部分呢，就是說我們曾經帶學生到了這個高樹去。那高樹去以後，我們就有很多這個講的就是石獅宮。那石獅宮呢，它其實以前就是地方有很多水災然後地方人士建了石獅宮，然後去鎮一些風或者雨這樣子。那當然前幾期有幾隻石獅宮都已經是被水災或者颱風給淹沒掉，然後又把它給找出來這樣子，然後建置了這個3隻的石獅宮這樣子的那我從這樣子地方的一個年輕人，也是大學剛畢業到了地方去，然後也當了那個廟宇的主委，
然后想要把它推广这一个地方的，因为高树有很多农产品，它必须要把农产品怎么样转换成现在目前我们生活上所可以吃可以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那我们就想到说，用这样子的一个石狮工的这个板印来去做地方的农产品，然后里面做馅料，然后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自然的这个颜色或者是用这样植物的颜色，然后在这个板上面然后制作很多比较新奇，然后也有上面会刻的很多有关于比较吉祥的一些语汇的文字上去，然后去做一个包装，然后做一个买卖这样子，然后再来第3个作品就是说在客家的这个台湾里面，在北客里面有一个令草是非常的知名，苑里这个地方就很多有关客家的妈妈们，她会做很多草帽跟草席。那这个令草是非常好编织，它必须要加上水分，它就变得很柔软，很好编织。然后呢，我在课堂上我就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材料用这样子的触感的感受，然后融入一些基本的一个编织的方法，然后让学生有更多的创意想法，然后做出更好的一个造型然后呢就发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出来。当然我们会融合在怎么样，加上我们客家的一个花布，然后让它更有这个客家本色对，让它更有客家的一个客家文化在里面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课堂上，然后我自己的创作上，然后再教导给学生的一个第3个这个作品这样子的然后第4个作品里面呢我们是运用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南部6堆客家的花有很多种很多种。在敬神也好，或者是各种在泡茶当中，你也必须要有一些盘花。那其中一个叫新丁花，那新丁花其实它在台湾还是随处可见它的生命力也蛮强的，然后它是蛮吉祥的，它一颗圆圆的，然后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它就是十字交叉的，然后中间一个十字又是错开的十字这个是它的特征。所以设计师要注意，有时候它的交错，它是交错开来，它不是重叠的交错这样子的所以说我就把新丁花把它融入在这一个生活产品上。但是新丁花呢，它是怎样？它是在我们客家人来讲是怎么样？是多子多孙的意思。多子多孙的意涵，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习俗或精神部分有这样子的多子多孙的意思，这样子的。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比如说这样子的功能，怎么样转移到商品上面呢？我们思考很久，就把它转移到我们的肥皂上面上。为什么呢？因为新丁花有很多吉祥的语汇，那你把它转移到这个我们所说的肥皂上面上，你去每天都会带的幸福吉祥的新丁花然后晚上或者说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洗手的时候都会用得到，所以说我觉得会带来整年或者每天的一个幸福幸运的一种这样子的语汇，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个肥皂新丁花肥皂里面。以上是我近期4个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可能我哋咧面逢教書嘅小姐如果講起我哋南部朋友方面講嘅鴨盒啦，我哋塞時工啦無論我哋咧鹹水草啦無論我哋專門咧新地方，如果發現到一個東西其實喺我哋的文化底部，其實喺我哋真是歸從昆懂。但是其實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就剛剛老師有說的，其實您的專業應該會是說，我們常常會看到很多設計師其實是在實驗室裡面，怎麼去不管你剛剛說人因工程學也可以就是在實驗室裡面去做一個給人使用的產品。可是您剛剛介紹的很多的一個算是作品裡面，很多都是跟社區去做聯合的。對，為什麼你會有這樣子走不同的那種路呢？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了我們所有的產品
都是经由这一个社会或者生活里面，那这个生活里面就在社区里面，那我们都在台湾成长，养分都是从台湾而来，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区的一份子，包括不管大学啊，每个人都好，都是在整个这个社区里面去成长。那所以说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灵感元素都会从社区而来。那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我们做出来这样子的产品商品的话，也会返回到生活，返回到给消费者，会返回到社区里面，贡献给这样子的人们去使用。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点的地方了哈。因为我们所做的东西哈，一定要卖得出去，也要有所贡献，然后要给人去使用。如果假设我们单纯去做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是不能去使用，我觉得就变成艺术品这样好哦，艺术品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也很热爱这个社区，我很热爱这个社区了哈。那为什么热爱这个社区呢？因为我记得我2000年那时候成立工作室的时候，然后必须要有一些营运，然后地方的人就会找你这个年轻人，好，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在地创生的概念，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在地创生，那个时候是社区营造，然后我们也是从日本的这样概念而来，到后来变成社区总体营造，我们才有我们刚刚所说的地产人文景，也是从日本学者宫崎骏的这样子的概念而来。那我们就知道说地方跟我们接洽，然后必须要去解决，当然地方也要评鉴，然后地方也要活络质感要提升，所以必须要靠我们所一些的一个专业，在设计专业上去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行销他们的一个商品，地方每一个乡镇有每一个乡镇特色的商品，必须要我们去来做这一个设计然后去统筹然后去做包装，然后去到外面去买卖。当然我们要定位要很清楚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个是我一开始我去投入社区的一个原因关系。就是等于讲，其实把这个可以用的部分去搞沙器，用的去使用的部分，其实唔改做以前如啲。就是其实我哋學教地步後，如果對太嘅沙皮質，因為希望講我哋教書地步可以帶動我哋聲音呢去了解沙皮，同時去把以這個學到嘅東西，去本沙皮嘅東西來用。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程再不是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高級大學嘅黃明峰教授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過以自己做嘅作品。我就想問一下教授因為其實頭都已經有講到講，你這個希望講一到，你這個作品地位其實對我哋嘅沙器啦，無論我哋沙皮地位，有唔單止講係同我哋嘅沙器來分享嘅作品，同時嘛，把你這個學嘅東西同我哋嘅沙器做，同我哋沙皮做分享，這個其實就跟我們所謂的大學的社會責任跟實踐 USR， 其實它精神是很相同的，等於就是說，我們會希望說，很多學術單位的人不要把自己的研究一直鎖在學術的那個象牙塔裡面，真的是要讓我們不管是說在社會上應用，或者在社區裡面應用這樣的精神。不是提供其實你帶歸到拜10年的去做 USR 的部分嘛那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去分享一下說，你帶領那麼多學生去做 USR 的部分，您剛觀察到的是什麼？因為USR 其實是一個全球的一個趨勢啦。那什麼說是趨勢呢？因為我們總不能說我們在學校裡面來，我們就築一個牆，然後跟外面沒有所連結。那所謂在大學社會責任裡面，意思說我們會在大學裡面會把這樣子的課程融入類似我們的社區、學校跟學生還有老師們，然後共同來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類似我們講的 USR 計劃。然後把這幾個地方所連接起來，然後做出有用的
一个我们所说的，你说商品也好，东西也好，或者是课题也好。什么叫有用的课题呢？就是解决这个社区的所要的一个需要跟需求。如果你没有解决他的需求的话，你就是光说不练，有可能在我们学校里面足一个墙里面，就是就上课，然后再来就是没有办法让学生们去快速的跟社会去连接在一起。未来他们要毕业出去的时候，至少还知道说他们在社会责任里面，大学社会责任里面会学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法，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要倾听我们业方业主的这样的需求，去做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面呢我们都会透过怎么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庙宇文化也好，或者节庆文化也好，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客家美食也好，或者是客家建筑也好，像我们就带学生他们去比如说萧家古厝，了解新娘嫁衣，或者是萧家古厝上其实它有一些反讽的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人们的在台湾的一个地位不一样的一个反讽，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建筑物。还有呢，他们的新娘嫁衣好久以后还保持着原封不动的这样嫁衣。从这样子去学习以后，学生才会做出有用、符合现在目前趋势我们市场的一个产品，文创商品。那这样子衍生出来以后，他们的商品就能够获得发明奖，以及获得奖项，然后呢才会去验证课堂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成果。我觉得我们的课程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做。当然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到庙宇，其实客家庙宇也很多。那这个作品就是我们在客家的这样子的庙宇里面比如北客也好，南客也好，都有这样子的庙宇，然后我们所去设计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就是名山金山跟独山。那因为三山国王它是从中国大陆的这样的庙宇随着台湾的先民，然后就像一个类似香火一样，然后捧到台湾来。然后这个香火捧到台湾来，然后如果假设我没有罹难的话，我要感谢神明。那三山国王它原字来讲是说，就是崇尚大自然，崇尚大自然。所以说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造型、质感、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一个区别里面，我们就会知道说，崇尚大自然，色彩跟造型应该怎么样来攫取，还有异质材料结合，或者是用陶土或者用什么样的最大自然的一个色彩材质。再来呢，它的一个习俗面，就是我们会捧着香火，就像功能盒一样多功能盒子香火到台湾来这样子的一个转移。当然，造型色彩质感有山然后或者是有大地用布的方式跟陶瓷做结合然后这个就是产出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课程的成果。那从成果里面也获得的北部的客家文化园区的都会客家文化园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然后又靠着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推崇，以及政策的一个辅导，还有量产的开发让这个产品也有不少的知名度，然后不少的一个行销的一个话题这样子所以说我相信 USR 绝对不是空口白话，它是必须要去做理论实践，好结合各个产业，然后去解决地方的这样子的问题。人问题就讲，譬如说您的学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不可能全部都是客家籍的学生嘛，一定会有闽南籍的学生。那他们怎么去看客家文化，或者说他们怎么去把客家文化转译成他的作业？其实我们在课堂上其实有遇到很多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客家人，他不一定是客家人，但是我所定义是说，只要你认同这样子的文化，你就是客家人。那因为我就认同是还有比如也要社会的氛围它有多元，然后
你要正向的哈，不要说这样子的人他有负向的哈，就是产生社会氛围的话，他就是对这样认同就是比较不好。然后一般台湾来讲都是比较正面的。然后呢，到了学校以后来学习这样子客家的文化以后，他们本身不是客家人，有的是属于在客家人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闽南的村庄成长啊，有的是客家人是在这个什么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外省第二代在这一个村庄里面又成长这样子。所以说有的甚至他不是客家人，他来到这样子的课堂上客家文化，其实他就已经有认同存在，还有 DNA 存在。那这样子存在以后呢，我们必须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要认同以后再来教学，透过教育去了解，然后怎么样去让他们知道说文化如何转移。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文化在不同的区域，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靠不同的田野调查去考察，一定要去考察，不然你转移出来的文化会变得会差距很大，会有所不一样。包括我们所说的南客、北客有不同的这样子的文化的特性，那特性你要经过他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那我们课堂上你不要说我们都没有食衣住行娱乐，比如说我们去外面的考察以后，我们必须要吃，一定要去吃客家的美食，从客家美食去体会体验以后，他会把这样子的美食把它转移到我们所说的学生，把它变成版的研究版北客跟南客的版有什么差异？到时候要回到大陆的这样子的原乡里面，它有不同的工序，不同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嘛所以说这样子的转译是很重要。再来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设计训练，包括这样训练来讲，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资料库的也讲得好。把它分成3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就是比较属于外显的、具象的，可以看得到我们讲的符号学，外显具象的然后中间程度我刚刚一直讲就是关于习俗部分习俗部分的转移，到了最底部就是有关这个哈嘎紧身的部分紧身的部分，我把它分3个这样子的一个转译的设计的一个符号，然后从客家你要找的这样子的元素里面，去融入到这样子的一个3个层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符码里面，去解释、解构我们的客家符码元素，然后进而呢转移到商品上面上。所以这个也必须要一段时间。所以课堂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训练以外，还有我们的程序，一定要去考察、田野调查或者民族自学。那你才会了解，所以说我们这样已经把它结合起来了，有文化，再来中间我们要怎么转译创意部分，然后呢，再来就是设计商品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有讲，设计里面我们怎么样把它转移到我们生活上商品？我们刚刚所说的习俗部分，这个习俗到我们因为习俗就是从人的生活里面去慢慢去累积出来的。那当然呢，设计产品里面也是从我们生活里面去了解人的需要，是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产品，然后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是从生活里面去了解生活上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需要，然后把它融入到文创商品里面，然后加入客家文化在这样子的流行商品里面，所以这样来做一个连结所以说这个转移到生活上商品，这是靠你在生活上的一个体会跟体验所而来，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出一个比较属于 popular 比较流行的一个商品出来。这样。那唐老的话，等于讲其实也真是伊在归从伊的专业伊的训练了哈。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这些在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尤其是您来6堆南客的地方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一步每一脚印踏实的把它给走完，跟设计程序一样 ，step by step 这样子把它走完。然后呢，以后意思说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每一个人，他不会说不敢把客家人说我不是客家人，他是客家人他也不敢说出来，这个是我遇到是很多的。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说，台湾就是以客家为中心的地方，以全世界以客家中心为地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中心点一个重要位置。所以说台湾未来应该是
可以努力，或者是很成就的说出我是客家人。我们说这是我的期许，谢谢。看到今天我的面红教授的讲法底部，你会发现到讲，其实我们常常会讲客家文化，会想向以前的客家文化，但是其实透过今天节目底部，你会发现到讲，有无同样的专业都可以把我哋印尼客家文化、客家精神，喺全國呢啲客家文化底部繼續發展出來。今天感謝我的面紅教授來到我現場，跟我們分享那麼多精彩的故事。希望支持您，希望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等下聽下啲現場來聽下運通哦。我跟福建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